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8月23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民进党立委张嘉宾服务处办一个登山活动，也毋过带队的助理煞互虎头蜂甲定着，规身躯顶30几拍送医救无回来。台新金甲新光金要用换股的方式来合并，也毋过即马中信金煞要公开甲新光金借落来，经管会哪准有准原底合并都未成啊！泰国出现亚洲头一个 M 株病毒的病例，是一个对非洲入境到泰国的欧洲男性。台湾疾管署表示，国内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咱要先来关心的是，民进党立委张嘉宾的服务处办一个登山活动，也毋过即个带队的办公室助理煞互虎头蜂甲定着，规身躯是互顶30几拍，落尾送医是救无回来。全国大家提醒讲，即个爬山着爱穿较浅色的衫裤，毋通秀芳水。若阵拄着野生蜂的时阵，着爱冷静慢慢啊退后，毋通去甲赶，尽量来避免危险。消防队员集合天暗入山救援，患者倒伫软架，听甲一直哀，众人合作做伙用行，甲人运落山。我的伙伴，他可能步伐比较快吧，但是他就是一到一个转弯处，就跟我们讲说有蜜蜂，然后会攻击，他直接说会攻击，他就他赶快叫我们往上跑，不要过去，他就一个人就在那边。警架真侪伤口大面积红骨症，脚只位顶到下超过30位，拢有同款伤势。41岁姓洪带队的去互虎头蜂定伤，把分气肺用计，经过送医抢救，也是传来歹消息。带领这次活动，我们服务处的同仁，却在送医急救后不幸宣告不治，我们都非常的难过与不舍啊！我们会在之后全力的协助善后的事宜。原来这个活动是立委张嘉宾服务处主办的，带青年志工团一行20多人，窜过台东浸水营古道，日下晡4点外去拄到蜂叮攻击。身兼带队姓洪服务处的助理提醒爱贴贴，传来敢若2个学生囡仔去互蜂叮到，家己脱困，只是伊家己煞不幸过身。秋天它是一个繁殖期。进入它的领域，它就会攻击。虎头蜂攻击的危险性就是说，它攻击了以后，它会把它的血肉门打在你的被攻击的地方，然后第二只虎头蜂它就会定位，你怎么跑它就怎么追。有敌避的防蚊液虎头蜂它比较会离开啊。已经秋季啊，爬山一定爱洗耳。有专家表示，目前是蜂叮生炭期，若是踏入野蜂生炭地，都有可能去互蜂攻击。建议若是爬山，莫穿伤过显目，也是乌色的这种较深色的衫啊，佮莫喷芳水。爬山的时阵一定爱注意4裤链长，原则上爱保持距离，冷静慢慢啊贴贴，千万唔通起卡走倒离开现场。记者综合报道。昨昏伫台中有一个9个外月的查甫婴仔呢，伊伫厝内袂喘气，佮熊熊无心跳，送病医是救无回来。伊的爸母原底是讲，即个囡仔就是趴咧困，毋才会袂喘气，也毋过病院所发觉到即个婴仔伊的身躯有一寡伤痕、甲乌青、凝血等等。即个老爸是一直到半暝才坦白讲，有对囡仔起卡动手。经了解，医生于急救时发现本案死亡男婴身上有不明的外伤，怀疑案情并不单纯。为怀疑案情真相，警方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展开调查，积极查明各项事证，并带回男婴父母亲分开询问。父母2人在面对警方调查的时候，对于男婴的受伤原因避重就轻。目前已将2人列为重要关系人，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后续将依规定办理相验，以厘清男婴死因。这警方是表示讲，昨昏买阿嬷的时阵接到报案，讲台中市的东区有一个9个外月的婴仔被喘气，佮无心跳，送医是救无回来。伊的爸母拄开始呢是讲是趴咧困才袂喘气，也毋过在病院所发现，即个婴仔有外伤。警方甲爸仔母2个人拆开来问话，即个老爸落尾才讲，其实伊有对囡仔来起骹动手。即马检方是要来理清死因，专案以伤害致死罪来办理。
继续咱要来关心的同款是伫咧台中，这是发生伫5车有一间文教基金会办营队，结果却传出有家长指控伊的志工呢是对囡仔起骹动手，毋但是甲电暗棍，佮甲压伫咧涂骹。即马家防中心已经介入，若准是违反儿少权法，上济会重罚60万块。也若台中市教育局即马已经有确定因就是违法招生，所以会照规定来甲因处罚。这穿蓝衫的查甫人，甲一个囡仔饲咧涂骹，边仔佫一个囡仔就徛伫咧边仔咧看。有家长指控讲，台中5车一间文教基金会后来咧办营队内底志工，竟然对囡仔暴力对待。他就是捏我小孩的脖子，然后往地上压，而且还压了2次。小孩起身之后，还绑着他的手。家长表示，因8月13带因6岁上小兄弟去参加这间文教基金会办的营队，结果当天囡仔回来了后，情绪就无稳定，暗棍个乌青，遂带去病院验伤。实际来到这间基金会工作人员表示，这志工本身已经退休，是来倒带营队的，嘛承认讲伊的行为确实不当。他这种动作确实是比较不当一点。为什么？因为他是小孩子嘛，那你要用大人的处理方式，可能对他来说他是承受不了。工作人员表示，这查甫人进前捌伫咧其他幼稚园食头路，退休了来基金会斗3工，代志发生了后，已经请伊离开。台中市家防中心表示，已经介入了解，除了访视，嘛调查讲违反着儿少权法。违反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将处以新台币6万到60万的罚款。从事儿少工作的人都必须要有受过专业的训练，那机构必须要负起所有的责任。教育局表示，已经确定这间基金会违法招生收费，开办上课违反着补习以及进修教育法，要求马上停办，开单罚11万。另外，幼稚园部分兼办国小课后照顾服务，嘛无经过核准，嘛甲负责人罚6万，下令停止开办。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高雄有一台拖帮车从雄西正向去弄到一台奥多摆，这代志发生了后，佮浪杠随走。加在呢，这个骑车的人是敢若小看侧伤尔尔，也若这个驾驶伊伫咧浪杠了后，佮甲车驶去到兴达港的观光鱼市，落尾是互警方甲抓落来移送法办。人奥多摆是骑甲好势，所有一台营业局的拖帮车正向出现，骑奥多摆的查甫人袂服体后，互拖帮车的车头弄甲绊倒。查甫人爬起来了后，才发现讲这拖帮车就做安尼离开。拖帮车掉水的地点是伫咧嘉庭滨海路1段2段的交界，代志发生了后，掉水驾驶继续驶正向向头前，伫兴达港观光鱼市门口，互警方抓落来。本分局员警于兴达观光鱼市查获并逮捕该驾驶。当下对涉嫌实施酒测值为0。警方表示，拖帮车的驾驶酒测单是0，送回到台南将军了后，本地是应该登到台南市安定区的公司，唔知为怎样来到高雄嘉庭，佮弄到奥多摆，加在这边上只有轻伤尔。沿台17线南下进入本辖茄定区，并于滨海路1、2段交界逆向行驶，因而发生交通事故。拖帮车弄到人做伊走，佮驶正向伫人 AA 定定的观光鱼市边啊，加在警方有随甲抓落来，无造成佮较侪伤亡。不过这弄到人的驾驶也因为涉嫌犯着公共危险罪，奉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8月23，总统赖清德是亲身去到金门太武山的公墓来主持炮战胜利66周年的追思大典。这也是赖清德伫上任了后头一届去到金门。即马咱台海局势也是真紧张，所以赖总统是来表示讲，面对这个中国的威胁，台湾人都爱亲像是炮战的官兵，同款有决心，团结做伙来守护中华民国。献花！献花向勇敢为国牺牲性命的将士表达哀悼甲怀念。总统赖清德表情严肃，在国防部长顾立雄陪同之下，赖总统23到金门主持823炮战胜利66周年追思制度典礼。赖总统嘛向823炮战的参战老兵也个遗族来表达敬意，因为有当时的官兵奋战，才有今仔日的台湾。
这是罗总统上任以来头一届到两岸前线金门，拄好这个金门代表团打访问这个中国国台办，要争取开放陆客到金门旅游，加上这个福建宣布这个居民会使恢复申请到马祖旅游，所以罗总统对两岸局势变化的态度，外界特别关心。我们也不愿意受共产党统治，我们要继续过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生活。所以未来如果我们要抵抗中国的威胁，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我们要决心保护台澎金马，捍卫中华民国。罗总统强调会继续强化国防两领，迈甲民主阵营合作，共同来维护着台海和平、印太安全。记者洪良、陈宏毅金门采访报道。民众党做假消的风波呢，即马查销记者会是一直拢咧拖沙。黄珊珊是来解说讲，就是因为对销去拄着困难，所以即马已经甲调查局来联络，也拜访着会计师工会。也若这郭文哲伊的惊花声案，外界要讲这恐惊的互民众党全安尼失落去。民进党立委王世坚是认为讲这短期是无啥可能，也毋过长期来看，这郭文哲可能已经无机会搁再舞政治啊。民众党政治现金假销风波一直滚价，迄时阵的关警办总干事立委黄珊珊扛起责任，负起善后查销。毋但外界质疑救援兼裁判，加上查销记者会已经停真侪天，黄珊珊自三承认对销过程面临困难。手头即卖影本无够清楚，爱向调查局复现正本。没有开记者会，主要是因为我们对这样的相关的凭证，大部分全部正本都在调查局，所以我们今天会去跟调查局这边把正本印回来，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比对。所以这个记者会，只要我们有进一步的结果，我们就会来跟大家公布。我会留到所有的补证完整为止。寻求第三方公证单位检查查销进度，黄珊珊表示已经拜访会计师工会，会正式发函请求协助查核甲检察院保证的工作。因为甲党主席郭文哲当面讲清事的代志，黄珊珊否认讲是无影无迹的代志，强调留甲完成保证工作。另外，郭文哲佫加一个金华城案件，有立委认为郭文哲政治之路已经被判死刑。公开透明。诚实清廉，这4点，这个摧毁殆尽，很可能他会被约谈吧？哦，那甚至羁押也说不定啊。他如果进去的话，我大概就带个便当去看他吧。郭文哲讲的清廉形象落差，是不是连带影响民众党的水泡化？王世坚表示，民众党80立委扮演关键角色，短期内无可能水泡化，希望朝野用伫民生法案沟通合作。另外，郭文哲恐惊面临约谈，王世坚发声勇敢面对。那郭文哲被羁押，伊会早便当去探视。记者综合报道。台新金甲新光金这两边的董事会通过合并案，要用换股的方式来合并。也毋过，即马中信金煞跳出来讲，伊要公开甲即个新光金甲接落来。市场是预计讲，这买卖计价有可能就会比现有的股价还佫加20%左右。若准即个金管会有准，安尼原底合并案就袂成啊。交换合约了后，握手翕相。台新金董事长吴东亮、新光金董事长魏宝生日暗时开始做伙召开换约仪式的记者会，宣布合并了后，叫台新新光金控公司每一股0.6022普通股换新光金1股，特别股是1:1。10月初9，个人召开股东临时会，签相关员工权益条款。未来3年，新光金1.5万的员工的工作权益无变，只是合并也有变数。中信金20发布重大消息，宣布董事会通过投资新光金，以公开收购股份的方式抢亲。吴东亮有正式甲中信金的主事者有接触，按过无共识。我们跟顾家可以算是2代交情嘛，哦。这个本来上一辈就都很熟的朋友，我是很努力想去说服对方了，不过很遗憾，我这个能力有限的没有达成。
市场人士估算，亚洲大新甲新光金合并了后，金矿的规模会突破代表8.3条，变作是咱国内第4大金矿。不过呢，是由中信金并新光金合并了后，规模会达到13.6条，变作是咱台湾第1大金矿公司。市场人士认为，新光金股权大部分集中伫新光集团，大股东甲原始股东的态度会决定合并是毋是会破局。新光金第22个董事会原来有独党伫讲，即马换股的比例上低，公司内部对于新金并购也是有一寡无共的意见。全部的董事都是亲自出席，而且都畅所欲言。这个是我对今天董事会的一个描述。中信金表示，依照金矿相关法规，公开收购新光金的股份，相关计数会等待主管机关核准了后公布。回顾2022年，富邦金矿甲日盛金矿合并，是金矿史上头一个非合意并购案。目前银行局也未收到中信金申请案件，若做申请通过，安尼就是历史上第2件非合意并购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这则意外消息，这是发生在台南市的桂林，有一搭放塑胶原料的仓库，昨半暝传出火灾。这乌应是庆上天，经过消防人员的抢救，今仔日透早才总算甲火拍花，加在是无人受困。也那详细起火原因，还阁需要调查。对半空中看落一团火球特别显目，烟雾庆上天顶。台南桂林中英路一搭放塑胶原料无危险物件仓库，22暗时不明原因的火烧，仓库规个烧起来，火势真猛。消防局接到通报，随调派18架车、39个人去拍火，加载无人受困。那现场是这个仓库用途，它存放大量的塑胶粒，那它没有危险物品，那火势成功这个把它控制以及局限了哈。因为仓库的3边拢是农残，所以讲未炭烧，造成灾情扩大。经过消防队拍火，火势一直到23透早才拍花。不过这塑胶原料着火了后传出来歹味，台南市环保局嘛对风尾发出空气品质的警示。针对这个环境的部分，在那个下风处进行钢品的采样。那后续将会依照火灾调查报告跟现场的搜证的情形，然后依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32条相关规定进行处分告发。再有一个就是电线着火，因为没有切实来讲不然就是天气太燥热。你走在外面的时候，你还是会闻到有一点点，就是会觉得很难呼吸，比较担心呐，但就是还是比较担心消防员的安全。这回火灾，予300坪厂房规个烧了了，损失大约是400-500万。不过详细着火原因有待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凯比风台过了，伫个宜兰总围有一个防火巷顶头是卡一粒水塔，到当还阁找无主人，也无即个公部门要跳出来处理。居民是烦恼讲，若准即个水塔落落来，安尼是真危险的代志。也那即个公所呢是表示讲，即个卡水塔的地点吊车是真歹入去，所以会阁再想办法来处理。这白铁水塔都卡伫两栋厝之间的防火巷顶缘，敢若靠着后边天条咧，随时可能落落来。附近人指出，好亲像是开密风台过后吹过来，找无主人处理，向公部门申请业务结果。系啊，偌久啊？差不多一开个金马吧。开个金马。对，那你有感觉什么担忧什么？连落来啊，系啊，连落来。系啊，危险啊！落来吼，想到人嘛危险嘛，想到走卡，规间走卡就爱害啊。居民烦恼最近地动真济，水塔下边阁是自火造卡，真是烦恼的讲着人造成财产损失。那后来阁有风台来恐惊后果不堪设想。工作人员23早起，阁到现场会勘，为厝顶向下卡看无法度接近水塔，就算找吊车，也因为电线落下，这问题无法度吊挂。那探访这边街坊邻居，看知道这个水塔是由谁家里掉下来的那请他来尽速来协助处理。那如果有造成公共安全的部分呢，我们公所也会尽量想办法来做协助处理。
香港所表示，水塔开位置无法度接近，清洁队无法度处理，会继续找找水塔主人，佮研究解决的办法。并且希望公部门应更加积极，避免危险代志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带大家先来关心的是，泰国伫个8月22日的时阵出现亚洲头一个 M 株病毒第一分支的主分支的病例。这是一个对非洲入境到泰国的66岁欧洲的男性。也那咱台湾疾管署发言人德一军是表示讲，这个病毒入来到台湾是早晚的代志，目前国内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M 毒疫情最近伫咧国际之间继续伫咧传。泰国伫咧22日证实，国内出现亚洲第一例 M 毒病毒第一期分支的支分支病例。这位病人是66岁欧洲的男子，14自非洲入境泰国曼谷了，过当天因为有 M 毒的症状被送去病院，目前已經被隔離。ผิดว่านอนไม่ได้มีการติดต่อที่ง่ายเหมือนกับโควิดนะครับต้องสัมผัสใกล้ชิดจริงๆเพศสัมพันธ์นะครับ。入境泰国的这位 M 毒的病例，当地疾管署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同时也开始监控甲这位病人有密切接触的43个人。泰国也表示，自这么开始，对42个风险国家入境泰国的旅客拢要登記，而且伫入境的時陣就要接受檢測。การใดๆเลยครับไม่มีอาการใดๆต้องผ่านพ้นไปกี่วันนะคะ21 วัน21 วันถ้านับจากวันที่21 วันหลังจากสัมผัสใช่ไหมคะคือเราต้องนับไปถึงวันที่เท่าไหร่วันที่14ครับเราก็นับไป泰國嘅這件病例顯示，非洲嘅 M 毒疫情已經進入亞洲。咱疾管署發言人陸一軍第2日表示，這個呢一禮拜就增加1000外例，已經是拖到其他嘅國家，這是無法度變變嘅代志。喺亞洲地區，台灣因為無直航非洲嘅航班，所以風險是比這個國家較低。但是病毒進入台灣是早晚嘅代志。因為咱國內已經做好相關嘅應用準備，希望民眾唔免傷過擔心。畢竟非洲嘅 M 毒疫情，疾管署佇咧進前已經提升非洲7個國家嘅旅遊境界，而且佇國內機場、港口加強疫情嘅宣導。佇機場也已經對來自非洲或者是入境有發燒症狀嘅旅客就來做衛教，同時會發就醫警告單。互民眾去看醫生、採檢，地方嘅衛生局也會繼續追蹤。因那佇疫苗藥物嘅部分，目前咱國內 M 毒疫苗庫存差不多有2萬劑，到年底會閣再進貨1萬劑，大概會當提供予7到8萬人。因那用食嘅抗病毒藥物是差不多有440人份。公司新聞沈樂培編譯。再來看，印尼伫拜四的時陣發生大規模的示威活動，這是因為國會想要來修法，讓總統的上大反對黨呢無通來選雅加達的省長，要用這個方式來建立因家己的版圖，所以有幾萬人是走去包圍國會，甲車路全部攏佔條咧，讓交通是袂叮袂當。其他也有真濟城市攏有舉辦這個示威的活動。面對着民眾的反彈，國會是暫時來退讓，講這個會期是慢車來審議這條法律。伫咧印尼國會頭前，有一陣憤怒的民眾，有人想要甲違章誘導，學生因一個線一個排做人牆，甲電報警察相向。印尼首都雅加達2日發生大規模的示威，幾多萬人佇國會大樓外口，甲車路佔條的車路無法度過，而且佇現場還佫燒連拿等物件。印尼有真濟城市也攏發生示威，因為印尼國會打算要修改選舉法，讓總統佐科維政治敵人阿尼斯無法度參選雅加達省長。Kami teman-teman hari ini datang ke gedung DPR kali ini dalam rangka mengawal putusan Mahkamah Agung nomor 60 tahun 2024 yang mana hari ini sedang diobrak-abrik sama Jokowi melalui balik DPR。印尼憲法會議佇這禮拜裁定，地方首長候選人登記參選時陣要滿30歲，而且單一的政黨或者是政黨聯名提名地方首長選舉參選人的條件，也自以前的地方議會要有2成的議席，降到無議席也當提名。不過國會就隨通過緊急動議。
推翻宪法法院的裁决，并且将上届参选年纪的限制改做伫咧宣誓就职的时阵满30岁就会使。这等于是为总统座考位的上细汉后生卡桑，想要争取中爪哇省副省长伫咧铺路。卡桑今年12月25才满30岁，若是新的地方选举法生效，伊就会让伫咧11月参选。因若座考会的大案后生吉布兰将会伫咧10月就任副总统。吉布兰参选副总统迄当阵，也因为年纪无够，被判定无符合资格。小命是伫座考会人马运作之下，成功改头参选。Nanti pada tanggal 20 Oktober 2024 izinkan saya menyerahkan tongkat estafet kepemimpinan ini kepada Bapak Prabowo Subianto。座考会伫最近发表伊任内上尾一篇的国情咨文，强调伊任内伫咧经济、基础设施也个发展方面正成功，但是伊也面临着愈来愈多批评，包括减弱司法甲反贪腐机构，也个想要培育家己的政治王朝。面对民众激烈的反对声音，印尼国会暂时退让，讲未伫咧这个会期审议这个法案。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Trump 伫请愿了后，是头一摆来举办户外的造势活动。伊伫咧演说的时阵，这个港台4个位啊，全部拢是用防弹的这个玻璃甲围起来。另外咧，美国有一个独立参选的总统候选人小罗伯特·甘乃迪，这个甘乃迪真有可能伫咧8月23的时阵宣布来退选，走去支持 Trump。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伫摇摆州北卡举行去遭到枪击受伤了后第一场户外造势活动。伊演讲时阵，台顶有加360度防弹玻璃，避免有人佫想要开枪暗杀伊。川普除了请警长上台为安全挂保证，也佫批评胡锦丽。She'll destroy our country just like she destroyed San Francisco, just like she destroyed California. With the Trump victory, we will once again have the greatest economy in history. We're going to do things that are going to make us so great so fast. We're going to bring it back. We're going to make America strong again. We're going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另外，有媒体报道，独立总统候选人小罗伯特·甘乃迪可能伫23宣布退选，争取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重回白宫。小罗伯特·甘乃迪的竞选副手夏拉罕进前透露，两人咧考虑退出竞选，争取支持川普。川普受访时讲，若小罗伯特·甘乃迪愿意让路，也考虑将对方纳入新政府内底。先进前，小罗伯特·甘乃迪捌讲要用选票打败川普。All that's going to do is, first of all, make President Trump more popular because he becomes an embattled hero. But it also is really bad for the polarization of our country. Listen, I'm not a fan of President Trump's. I'm running against him. I intend to beat him in this election. I want to beat him on a level playing field. I don't want to beat him because of a court case. I want to beat him because more Americans voted for me, and I don't want to deprive Americans of their ability to vote. 根据国会宣布的民意调查，小罗伯特·甘乃迪支持率只有8.7%。不过专家分析，因为川普甲何锦丽竞争较激烈，小罗伯特·甘乃迪若退选，伊支持者的选票可能会影响摇摆州的选举结果。公司新闻新六倍编译。国内民生的消息来关心的是，这薪水拢袂起呢。即卖咧，食头路人为着要加寡收入，拢会去兼一寡工。根据这个人力银行的调查，民众兼差呢，除了是因为钱变薄、开销变大以外，这还贷款嘛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而且，逐个月若准是加做25点钟，就会当加1万外块的收入。对，然后你这样看的话，其实它是从正详细教来遮要学乌克丽丽的囡仔安怎看乐谱，安怎弹。贵小姐以普通式的头路是香氛的销售业务，一个月薪水国家奖金差不多4万块，不过逐个月爱摕15000等于厝的hộ士单。为了要增加收入，伊即马开始兼教乌克丽丽，也个教人行围棋，增加一寡收入。就是比生存再好一点点，其实就够，但是不太可能，对啊，3万多块怎么可能是生活的
一个水平呢？另外，就是拄则甲就合贷款害了的老小姐，因为因老爸破病，生活负担变重，除了做行政工作，总嘛也兼差做商品的销售人员，增加收入，加出来斗3工。时薪又比较高一点，所以时长不会增加到太多。有时候下班会过去，然后有时候是假日这样子。怎么什么拢去，薪水拢无去，真多人为了要增加收入，开始做第2项工作。人力银行调查发现，民众兼差主要原因，除了以增加收入上多有5.8%，另外就是真久无调薪水啊，通膨开销变大，一个就学贷款。每个月平均兼差差不多25点钟，会当赚12000，平均的1点钟固薪水差不多是472块。排名第1的是餐厅的内外场，再来呢，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很多家长会送小孩去补习班或才艺班，因此也让这一类型的教职类的工作，他们的机会也变多。人力银行也发现，兼差做头路是以餐饮的内外场上多，过来就是做家教或者是在业老师，另外经营社群做外送员，或者是兼做网络拍卖或者是代购，拢真侪人伫咧做。调查也显示，民众负担较重的支出，除了是三顿，过来就是贷款、厝租、保险，一个囡仔的学费。记者综合报道。时代已经渐渐咧改变，即摆的囡仔人接触到网络性剥削的问题，也已经受到重视。因为即个囡仔无一定知影讲即款行为是侵犯隐私的，所以妇援会是来出版着囡仔的绘本《红线奇迹》，希望讲会当来提升囡仔人的自我保护意识。你身材那么好，只穿内衣一定来嘛！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去年112年拢总接收到2903件囡仔性剥削通报，其中年岁上细汉的刚10岁。为着要预防这款代志，妇援会出版《红线奇迹》的囡仔绘本，希望提升囡仔人的自我意识。在104年至112年间，服务1160位数位性暴力被害人，他们因为性影像被诱骗。或被偷拍摄录取的，进而被威胁、恐吓、散布、贩卖盈利，进入数位性暴力循环。如果你网络上又没有设隐私权限各方面，他可能就会容易接触到有人想要跟他交朋友，所以他们就透过各种我们叫做网络性诱拐一些话术来跟他骗取他的性影像。时代咧改变，囡仔接受网络的年纪愈来愈早，不过真侪囡仔心智犹原是还未发育完全，分袂清楚好歹。妇援会指出，真侪囡仔除了会伫网络游戏、网络交友哄骗以外，甚至佫有小朋友为着要看演唱会，用私密影像来换黄股票。很多喜欢偶像，那个票常常都很快就抢购一空了，他们就会上网去问，有没有人多余的票可以转卖啊？这就黄牛票就出来了。然后他们说，我如果你要的话，你不用买，那我跟你换，好，或者是我送给你，哈，那一样是他背后就会要求一些包含性影像，要求你跟他交往，甚至有可能性行为。妇援会表示，立法院伫7月一定三读通过离校性剥削防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若是开始要离校相关的私密影像，上重会罚关7年，加上100万的罚金。民间团体呼吁民众同齐关心这个议题，保护咱的囡仔。记者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除了这性剥削的议题以外，即马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也同款受到关注。即马全国高中节对今年8月开始，就会当学心理教。高雄中山大学就来开设工作坊，甲一寡高中生做伙来讨论心理教，了解到青少年的想法甲一记。反正请假可能就很麻烦，可能还在一些证件之类的。我是今天没有上课，然后我要怎么办？参与讨论的高中生对心理教也就是身心调适教有种种的疑问，因认为申请心理教的原因可能有真多，其中对婚龄来的五眼期，伊讲考试进前会特别想要请心理教，互家己心肝头会当透一个气。段考前夕，大家可能都在学校念书，那可能对人来说造成的压力就比较大，然后看到其他人都很努力，也会有点焦虑。自己读就是比起跟一群人一起聚在一个地方的压力会小一点。
高中职心理假对这个月开始实施，高雄市教育局表示，进前高雄有2间高中试办心理假，学生拢正会当接受，计共44个人提出申请。根据目前高中心理假的规定，一个学生一学期会当请3天，请假进前嘛就要有家长的同意。教育局强调，学校嘛有相关辅导的机制。对于连续2天请假的学生，会加强追踪观察，并适时的转介辅导资源。在就是了解这个高中生就是心理假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了解到说他们会因为请了心理假，然后就是没有全勤奖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在高中端的心理假，在我们的认知以来，就是他还是会被扣分。我觉得家长同意这个方面可能比较困难。第一个是家长可能会觉得你只是不想去学校而已。你也不知道要如何证明，就是你在心理上面真的有不舒服的地方。中山大学创意导师甲高雄学生民主联盟伫咧开学进前举办工作坊，让学生囡仔思考甲家己相关的公共事务，嘛期待因甲议题提转去学校，扩大学生参与公共议题，了解家己的权益。记者邱昭阳高雄报道。环保意识也悬，即马台湾电动车是愈来愈多，去年已经卖超过29000台。即马伫咧环境部的补助之下，新北市政府甲民间企业做伙来合作，要伫咧新北市的停车场来设1200基充电条，互车主会当方便来充电。另外呢，每一个所在也会来设通报系统甲防火毯啊，若阵发生意外，就会当随处理。摕充电枪接电动车开始充电。根据车辆研究测试中心的统计，去年台湾电动车卖超过29000台，平均一年增加60%。电动车快速增加，这阵新北市政府伫中央补助之下，宣布要伫新北市停车场增加1200个充电条。为了让电动车的使用者、市民朋友能够方便，所以在新北市的停车场，我们采取公私立合作。来广设充电桩、广设停车位，电动车在使用的方式当中，安全第一，然后充电方便。新北市政府表示，因领先专台伫停车场设通报系统，有任何安全问题，4月就随有人解决。锂电池上惊起火烧，若有意外发生，边仔会拄啊拍开，内底就有灭火毯会当使用，确保消防安全。如果真的万一发生意外事故，我们可以用消防队员使用灭火毯。另外，我们有个一键通报，所以任何人只要发生有一些异常状况，只要按这个按钮，就会直接拨到我们的总机。这个充电条设置计划是环境部电动车公共能源示范计划补助，由新北市政府甲私人公司合作推行，会分阶段来执行。估计今年底通完成350座充电条，后年底完成900座，所落来这款计划推动进度完成1200座。不过根据后面的建议，电动车甲充电条的比例应该是10:1，但是根据公路总局的数据，目前台湾的比例敢若39.7:1，充电条的设置也是政府爱想办法推动的一大议题。记者讲谢桂林新北报道。夏热的时阵，金针花长咧开，即马咧花莲玉里是开了长水，也毋过伫咧富里的垃圾石山煞是因为欠水的关系，即个花敢若开3成尔。即马为着要来解决欠水的问题，农田水利署是开7400万，要来起3座扣水池。这是花莲玉里镇的赤裤山大块金针花，互规片山那亲像一个黄金山。毋过因为4月初3强的地动，抑个风台影响，今年赤裤山金针花开，游客变得真少。是赤科山先开花吧？那个但是我们看是还没有，就人比较少嘛，玩起来觉得更愉快。另外，伫富里乡的60石山，因为雨少高寒影响，目前金针花敢若3成左右。为了抢救60石山的金针花农，农田水利署嘛伫山顶兴建大型的欠水槽。有3座蓄水池，它的总容量达1250公吨。那整个第一期的工程也即将在明年年初可以完成。那总投入经费是7400多万。同款金针山区开花济少无共，只不过游客拢真少，互金针花农甲山区的民宿业者拢真烦恼今年的生活。住宿的情况呢还是比较差的，大概不到
2成。游客担心的路况的问题，现在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的路况都是 OK 的，上下山都没什么问题。廖李镇公所表示，赤科山的回访一定会持续到9月以后。富里兴隆会是推测60座山会延到10月回访才会大开。目前2个金针花的山区上山道路拢真正常。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虎尾建国眷村伫日本时代是官兵的宿舍。最近呢，这调查小组伫附近挖到古早时的车道甲修车槽，知影到迄当阵即个军病院来运送患者的动线，互即搭正做是研究日本海军防空队军事要地的重点。今日虎尾建国一村最近建国眷村调查小组当咧调查修复再利用，所挖到长100公尺的肮脏路，经过资料比对，应该是过去日军病院周围的车路。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个车道，那个只有在接收档案上面有看到，可是我们并没有办法去证实它原来的样貌是怎么样。那可是，在这一次的调查里面呢，我们就在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挖掘跟调查里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虎尾眷村再造协会表示，这届调查挖到日本时代军病院旧车路，会当了解到过去为运送病人的车路、车库到维修拢有完整规划，只是尾仔咱国军家属直接起厝，互一寡旧建设放在地下。修车的一个车道的一个车沟，好，那这个都是当时在日据时期战争的时候所建设的一个临时设施虽然是临时设施，但是也展现了当时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脉络对虎尾建国眷村未来的整体规划以及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云林县府文化观光处表示，这届调查发现，搁再证明建国眷村过去确实捌是日本军事地，对未来建国眷村发展甲文书保存，会当提供更较完整的历史记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巴黎奥运无胜过的金牌林旭廷，伊回国了后呢，这活动是真济。即马伊也去接卫生棉的广告，要鼓励女性去勇敢做家己。也若讲到这2冬后那古亚的奥运，林旭廷伊的教练也讲会鼓励伊去挑战较悬的量级。为台湾摕第一面奥运无胜过金牌，林旭廷登台湾了后，要求真济。不过第一个正式大型活动和卫生棉，有业者支持英国破胜过队50年。去年世锦赛铜牌做出促销有缘来帮站。至少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孤单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努力，而是我们是有后面有人在支持我们的。这个合作，其实早在我们赛前，我们就已经讨论好。不管有没有得牌，我们这个合作就是势在必行。我毋是查某囡仔，啥物是查某囡仔？查某囡仔无为什么人的想象而生。林旭廷透过形象影片鼓励所有女性，加做家己想要爱的目标，就是对无理性批评上好的反击。2年了后，民国奥运教练詹志雄透露，会鼓励伊调更较悬的量级去挑战。我希望说，拳击选手在这样追逐的过程，51、54、57、60，他能够继续往上的走上去，然后更厚实世界拳后的他的实力的名称。不过这个要跟整个中华代表队的教练们做沟通啊，毕竟量级的改变会影响到所有选手参赛的权益啊。毕竟自己已经完成自己人生目标的第一个大满贯嘛，那再来就是不是挑战第2个大满贯？对，那就是甚至是用不同的量级、不同的难度，那去来把自己推到一个更高的成绩去挑战这样。詹志雄讲，原本规划奥运了后，胡旭廷适度休困，不过世界破胜球联盟承诺将破胜球继续留在奥运，而且咱是上新的会员国之一，希望用行动支持参加9月到11月的比赛，已经向体育署口头报备，也希望得到支持，甲国际更较亲密连接。记者综合报道。国立台湾博物馆内底有真侪记录台湾自然环境的标本，即马配合文化部国家语言推动计划，博物馆是甲保育团体来合作，头一摆推出台语的夏令营，用台语带囡仔做伙来认捌台湾的自然生态，拢总有200多人来参加。
甲宝纸摊开细字甲已经打扫的叶仔摕出来，放伫白纸顶面，写好实物的基本资料，准备做标本。而且的叶仔吼嘛，揪了较细。有当时佫会有看到尖叶仔，吼，因为伊要适应遮的环境，而遮的环境无介好。配合文化部的国家语言推动计划，国立台湾博物馆第100举办台语夏令营。由民间母语团体执行，让囡仔用台语熟悉台湾的生态环境，关心永续议题。阮以前拢是比如讲吼，出版迄个画本吼，迄个甲漫画。哦，也是讲迄个教材教案，因为阮台湾博物馆吼，目前是台湾历史同悠久的这个自然史的这个博物馆吼。因为阮展的拢是标本啊等等吼，所以阮即届希望用这个台语吼来做导览的方式吼，互小朋友引起兴趣。母语团体表示，即摆夏令营活动有超过200个囡仔参加。虽然是专台语课程，但是也开放袂晓讲台语的囡仔参加，斗阵来熟悉母语甲生态。不管台语程度安怎，其实拢欢迎大家来参加。因为协会其实嘛希望讲遮的袂晓讲台语的囡仔有机会接触台语。所以这对阮来讲嘛是一个虽然是挑战，因为阮伫遐讲台语，对因来讲可能是一个就是较困难的所在。不过就是阮的讲师拢是有经验的。台博馆表示，馆方未来也有其他台语相关的活动，要培训台语教师甲台语导览人员。母语团体希望文化部会当继续投入相关的资源，互推广母语的工作通继续行落。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最近这几档台语是愈来愈受到重视，伫个新竹母语团体就特别邀请到台语老师来教大家做会写台语的罗马字。要那老师是讲，其实要学会晓罗马字，一点仔都无困难。对老师做伙念台语罗马字发音，每一个人拢真认真学。校园内底大部分的人原底就会晓讲台语。专工来学台语罗马字，主要就是希望看有罗马拼音，咧讲台语的时，发音念法拢会当更较准确。有的时阵有一寡字我袂晓念，我就会去查嘛。毋过查了我听过了，我记的，可能过2天我阁袂记字。我若是学这台语罗马拼音了后，我呢就当做记录，安尼我用看的就知。学罗马字了，我想讲呢，才知影讲，可能就是讲一个字。华语甲台语的发音是无共款的，家己会当学到这罗马字。我感觉若是看久啊，其实而且你嘛会晓讲，我是袂感觉伤困难。台语老师讲学罗马字，其实一点仔拢袂困难，只要甲罗马拼音记复调，配合声母参韵母，就当讲出发音标准的台语。即马现主是有伫使用的系统，大约就是有教会白话字，吼，教育部的罗马字甲汉字，佫有一个就是咱讲的在来字，就是以早教育部的迄个书典还袂出来的时阵，民间伫用歌册，也是伫书写的时候一寡在来字安尼。因为咱台语有一寡合顿音。吼，比如讲心情、音乐，遮若无知影吼合顿音，为个台语较无遐熟手的人，伊就看罗马字，就知影讲哦有 M， 伊就是爱合顿。最近这几年，台语愈来愈受到重视，新竹母语团体就特别邀请台语老师来教台语罗马字。校员嘛表示，学罗马拼音绝对是现代学习台语真重要的工具，就亲像学中文，爱先学波波摩佛，学台语也应该学罗马拼音。也希望让大家知影台语有理这个观念。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再来看奥地利有一个导致伫14当前因为出车祸，结果无在调，搁再徛起来。后来伊一个做铁工的朋友，就甲设计一组吊伫个天棚的椅仔，互伊会当搁继续留伫个灶骹，替人客来煮食，做伊上爱做的料理。无论处理食材准备前夕，也是刷大汤鼎到火炉顶悬，行通无方便的奥地利总菩萨拉莫伫灶骹内底，伊原是真溜达，也个因轻松洗练。2010年，伊因为车祸腿部受伤，医生甲伊讲，伊这世人可能无法度搁徛起来工作。到底努力治疗6年，依然无突破。有新的想法，求助一个自称业余铁匠的爬山朋友，为伊设计这个利用天棚的轨道，可以用坐伫个吊的椅仔顶悬工作的重地。Und mit dem ersten Prototypen
war eigentlich der Wegweiser für mich zurück zur Lebensfreude und zur Zukunft. Ich habe gewusst, jetzt kann es nur mehr bergauf gehen.伊讲，这场地不止可以顺利重回职场，负责管理SARS堡餐厅个人可以换来工作换锻炼核心，望拉减辛苦。Wenn man da drauf sitzt, dann sollte man so drauf sitzen, wie der Doktor sagt, einfach gerade und nicht anlehnen und nicht lümmeln, sondern wirklich einfach ganz gerade umsitzen. Und durch das, dass das flexibel ist, ist es wie auf einem Medizinball. Das heißt, man lernt eigentlich mit der Zeit relativ schnell das Gleichgewicht halten und man trainiert natürlich wunderbar über seinen Rücken und seinen Rumpf. 老莫甲这8线朋友也来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共同成立公司，生产这个特殊装备，希望能帮助其他同款困境的人解决山顶人困扰。这答应到3家朋友也想不到当初一个工商协会，后来真是改变一切。Und er wusste natürlich, was meine Profession ist, Menschen aufzuhängen und in die Schlucht zu schmeißen. Und wie er dann seine ganz schwarzen Momente gehabt hat und nicht mehr gewusst hat, wie es weitergeht, hat er mir angerufen und hat gesagt, Bernie, wenn du mich nicht aufhängst, dann hänge ich mich selber auf. 去荷兰馆得到新生，加做非人总菩萨故事鼓励人心。即马伊甲别人分享经验，无打算卖这种医药专利来赚钱，是决定用一般人负担得起的价销卖这个产品，让帮助互更较侪有需要的人。公司新闻站回应朋友。伫澳洲的悉尼这个所在，有一对骑鹅，讲因会互相咧做伙来做寿，互相照顾。最近其中一只要12岁的骑鹅过身，另外一只嘛敢若是有灵感共款，一直拢咧哭。其实伫这个骑鹅的世界，这同性的情伴毋是真罕见的代志。亲像伫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也有德国的柏林，这个动物园嘛拢有传出类似的案例。这只叫做波斯的骑鹅，对工作人员的手头甲细粒石头接落来了后，就哪样哪走去因爱人同志遐，甲石头踩伫当地妇人的书粉边啊。这对住伫雪梨海洋生物水族馆的公骑鹅，伫2018年，互官方的人员发现讲，伊用细粒石头起厝做伙大，就交互因一粒骑鹅卵，互体型较圆的书粉负责来孵卵。两当后，这对同志骑鹅佮做伙孵出另外一只。So our famous gay couple, Sven and Magic, have another chick this year, and we're really excited. It's doing really, really well. 这对同性骑鹅互相照顾的恩爱故事，互媒体看出来了后，变作全球拢在流传的温暖故事，嘛互因变作同志款的爱豆。因捌替雪梨同志嘉年华的火车激发灵感，嘛捌伫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 的情景笑话剧《异类》内面演一个角色。毋过传出淑芬已经伫即个月过身啊，享受要12岁。官方讲，因捌甲巫术带去淑芬的遗体边啊，互伊知影讲淑芬无法度阁转去厝啊。迄当阵巫术是随发出真悲痛的叫声，馆内其他的骑鹅嘛对咧唱悲歌，互规个水族馆充满悲伤的气氛。官方人员讲，伫骑鹅的世界内面，公骑鹅和母骑鹅会轮流哺育囝，这嘛毋是第一个同志骑鹅判例的案例。德国柏林、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的动物园，拢捌有过这种案例。公司新闻张回变翻译。关心天气，今仔日这对流是真旺哦。北部外口是一直拢咧弹雷公，松山机场对下晡2点15分的时阵，就暂停地面的作业，也就是讲，这个航班有小可去前着。气象署也伫下晡3点的时阵，针对新北、基隆、台北来发布大雷雨的特报。也那新北市甲台北的山区也发出洪灾的警告。下晡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30度到36度，中部地区30度到35度，南部地区是29度到35度，东部地区是30度到33度。也那外岛地区是28度到32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